2024年11月1日，我哋第一次同同學露營，我哋孭住行李一齊行上山，之後搭釘起營，又開火煮嘢食，仲一齊玩遊戲同唱歌。原來露營係咁好玩㗎！嗰次之後，我哋成日都講起露營，有啲同學會講煮嘢食，有啲講玩乜嘢，仲有啲會諗加咩設備，就係咁開始咗我哋嘅專題演習。我覺得露營好好玩，因為可以搭帳篷，仲可以入去個帳篷度一齊玩，跑下步。我喺大自然嗰度逢嘢覺得好舒服。你係玩咩雜技㗎？單輪車唔辛苦，因為我中意玩。已經學識咗好多嘢，但係仲有少少未學識。跟住就練，有問題就諗到解決到咯。最後唔得，我哋就睇書同睇片先得。練咗，我唔知練咗幾耐。因為可以容易啲整，會方便啲大個啲度，要不斷練習。煲咗飯先，然之後再煮三文魚同埋雞蛋，有圓形、心形同埋三角形。有啲係用手整，因為唔記得帶紫菜。我哋想去露營有吊床，有一個係藍嘅結，有一個係簡單結咯。要掛咗雙套結，最後先掛愚人結。愚人結可以調整長度。冇，我想挑戰自己。冇，因為我真係好想做到。